来继续来看这个三军二队，今年伫个国庆典礼，伫个无乐队伴奏的状况下，原地来人情真受好评。这个三军二队今仔日公开着因训练的过程，讲这种表演的形式是这20-30年来的第一届。虽然才短短1分半钟的表演，但是练习是练超过1个半月。 操场伫无音乐伴奏的情形下，三军二队的兄弟操场动作同款无马虎，展现平常时训练的成果。今年国庆典礼，三军二队各负责表演，中场甚至无音乐伴奏之下，原地表现唱法。 敢靠拍唱大步声音来做节奏，最近几年头一摆用这款形式表演，和民众大开眼界。有类似的表演的话，可能在20-30年前了。我一直对这个形态的表演很欣赏，也很喜欢。是由我们陆军开始是做尝试，然后研发。我也想把这个东西好的东西，然后也衍生到国庆大典上。 就算无音乐，每一个唱法动作同款真好节，不过要表现甲真完美，无遐简单。默契的搭配是在我觉得在这个训练过程中一开始是比较困难的地方。为了让枪法更整齐，所以我们会搭配节拍器的方式。从7月份就开始准备这一套东西，相对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做这个系列的整合。 有超过一半吗？有超过一半。短短分半钟演出，曲练超过1个半月。 为着各界门面，三军二队表现出为着英语精益求精无上好，只有更较好，唔认输的精神。